唱歌今年因为风台停办，所以台湾今年唯一唱歌会伫14个半暝伫宜兰的头城举行。去年有一个40岁法国人法国人伊是摕到第3名，伊今年是挑战难度愈悬的高屏。另外，阁有一个30岁日本人因为写论文接触到唱歌，所以今年决定讲要家己来试看卖的，所以嘛报名参加比赛。法国选手甲队友用贴落汗的方式练习爬起的高屏，落来了后全身拢是无油，正辛苦练习，就是要为14半暝头城唱歌活动做好准备。你说对，好玩，Run after the ghost。伊平常时都爱练少林功夫，也爱爬壁运动。2019年捌参加头城唱歌，伫饭牌组第3名，今年挑战关度难度更较悬的高屏。伊讲曾笑讲爬起的感觉亲像互贵族，唱歌真是真好耍，个人交朋友。第一摆编起的饭牌来自日本的丰岛城，过去是台湾的交换学生，硕博士论文探讨台湾民俗活动。伊表示，台湾民俗活动除了唱歌、盐水风炮、马祖绕境，拢都有结合运动的特色。这摆是第一摆参加唱歌。我觉得，因为刚刚体验放bom吧，这个，然后我觉得很危险。我现在才知道，真的是危险。台湾唱歌捌头城谈恒春小名，今年恒春唱歌因为风台停办，头城唱歌是今年台湾唯一的比赛，也是疫情结束了第一摆举办，各界拢正关心，外国人来参加增加不少的话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